客夫人教會2026年4月20日幸福崇拜，主在聖殿中，請安然靜默。崇拜現在開始。現在係宣召。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29章11節。讓我哋同心禱告。慈悲仁愛嘅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喺今天我哋同心去敬拜你，願你都與我哋同行同在，悅納我哋向你獻上嘅詩歌，亦都喺當中你使用你僕人馮先生佢嘅教導，讓我哋生命都得着造就。主啊，我哋多謝你，讚美你，將以下崇拜嘅時間恭敬嘅呈現喺你面前，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我哋有黃碧玉姑娘為我哋獻詩領詩。各位老友記，我哋咧有呢個咧幸福崇拜咯喎！而家咧我哋咧唱一首叫做《向主歡呼》嚟到去咧做我哋嘅讚美詩。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浩瀚，是我主，是救主，將我安穩庇護所。我若常存一息生氣，也要定意高舉主，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發響，遍野萬里也和應叫揚，眾海呼喊，傳揚上主。要述說你權能，願永愛着你，我這生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浩瀚，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我若常存一息生氣，也要定意高主，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發響，遍野萬里也和應叫揚，眾海呼喊，傳揚上主，跳躍和唱，要述說你權能，願永
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獻上頌讚，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發響。願夜晚你也和應叫揚，眾海呼喊，傳揚上主。跳躍和唱，要述說你權能。願永愛着你，我這生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接住係啟應經文，神的權威，生命聖詩第3首。主席會讀出淺色嘅字，會眾請讀出深色嘅字。耶和華作王，他以威嚴為衣穿上；耶和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你的寶座從太初立定，你從亙古就有。耶和華在高處大有能力，勝過諸水的響聲，洋海的大浪。耶和華，你的法度最的確，你的殿永稱為聖，是合宜的。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耶和華作王，願他快樂，願眾海島歡喜。密雲和幽暗在他的四圍，公義和公平是他寶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頭行，消滅他四圍的敵人。他的閃電光照世界，大地看見便震動。諸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乳蠟。諸天表明他的公義，萬民看見他的榮耀。耶和華是活神，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願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我哋跟住落嚟係感恩詩歌，跟住我哋咧會唱一首詩歌，叫做咧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一天只為主活。我不知明天的陽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為信主的應許，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黃金階梯，每重擔越跳
的盡頭，眾生命於天上面，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或遭遇貧苦饑荒，但那位看顧我着情，他必然也看顧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縱遭遇各樣災害，我救主必與我同在，他寶血把我遮蓋，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掌著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我哋好開心，今日有馮志剛先生為我哋證道。各位早晨，我今日咧講嘅題目就係黑暗中的盼望啊！咁啊，先頭咧唱嗰首詩歌咧非常之好啊！就係切合呢個題目啊！我知誰掌管明天係嘛？我哋前邊嘅道路其實明天點樣樣，我哋都唔知道。我哋只能夠將我哋嘅身心靈，我哋整個家庭啊，整個教會啊，整個世界咧，交託喺主嘅手裏邊啊，由主咧掌管。因為一切都由佢所控制，我哋係啦。咁啊，第一個論點就係神嘅應許一定實現嘅。咁啊，聽我讀出經文好。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哇！呢句説話咧，其實喺創世記啊，喺創世記1章28節嗰度啊，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做咗人類，做咗人類之後咧，俾咗一個命令佢哋，就係叫做生養眾多。哇！呢個真係原來就係叫世上面嘅人咧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呢個就係神所喜悅嘅啊，亦都係神嗰個嘅應許嚟嘅。神嘅應許以色列眾子，哇！由呢個嘅亞伯拉罕一路去到雅各嗰班嘅眾子。嗰班眾子本來喺迦南咧生活得好好㗎啊，因為一個嘅自然災害係嘛饑荒，咁於是咧佢哋就要去到呢個埃及嗰度啦，就流落喺埃及。流落喺埃及嗰度咧，佢嘅子孫都冇斷絕喎啊！即係哇，本來去嗰度咧大概係75個人啊，咁但係去到出埃及嘅時候咧，淨係計男丁就60萬，咁啊如果計埋啲婦孺啊，係嘛，即係老人家婦孺啊咁樣，都有成過百萬嘅人。咁話哇點樣生都唔知點生，400年就生咗咁多人。咁我哋話啊，神嗰個嘅帶領住以色列民，佢嗰份嘅應許，嗰份嘅賜福，令到呢班嘅以色列民雖然喺呢個埃及地唔係神應許之地，但係佢哋仍然得到神嗰份嘅眷顧，啊令佢哋咧生養眾多，繁茂呢個嘅昌盛，啊遍滿咗我嗰個地方啊，咁呢個就係神嗰個應許嘅。咁啊喺呢一個嘅論題裏邊咧有幾點啊？第一點啊，以色列人生養眾多，神又對雅各説，雅各就係呢班眾子嗰個嘅爸爸啦，係嘛？即係12個仔
咁啊跟住咧佢爸爸就生養咗呢12個仔，然後再繁衍出去。成日對呢個雅各咁話：我是全能嘅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嘅民從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呢個咧係出自呢個創世記35章11節嘅，即係話喺好早之前啊，神向雅各啟示嘅時候，已經係將呢個嘅應許咧話咗俾雅各聽㗎。咁啊第二點，於是亞伯拉罕後代被奴役。嗱，呢個又係雅各唔知嘅喎，即係亞伯拉罕咧，其實喺當時都瞓緊覺啊，瞓咗覺咁，但係獨係神向亞伯拉罕嚟啟示啊，可能佢夢中裏邊咧可以聽到呢番嘅説話啦，係咪？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400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侍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着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創世記15章13到14節，呢度咧睇到神對佢哋亞伯拉罕嗰個後裔咧，原來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啟示啊！啟示咧，佢嘅後裔要寄居喺人哋嗰度，寄居喺人哋本來都好好嘅喎，係咪？約瑟當年咧即係喺呢個嘅埃及嗰度咧做到最高嗰個嘅宰相嘅位置，亦都咧準備咗好多嘅物資，準備咗好多嘅糧食嚟到供應咧周邊嘅民族甚至係雅各帶住佢12個仔同埋佢啲嘅新抱即係我啲咧仔女咧，全部都去晒呢個嘅埃及地嚟寄居。嗰陣時咧，埃及王係善待呢一班75個人嘅，善待佢哋要俾個地方佢哋住本來係好好嘅。咁呢一班人咧住下咧雅各又死咗啦，約瑟又過去咗啦，係咪？12個支派，我12個嗰個長者咧，都全部都已經過去晒啦歸晒天父嗰度。佢哋嘅後人喺呢個埃及嗰度咧，好似咧有得食有得住，係咪？又有得牧羊，覺得好開心。於是咧佢哋慢慢咧就忘記咗迦南嘅應許地，唔識得翻去喎，完全唔記得咗翻去迦南地喎，已經將呢個嘅埃及地咧視為自己嗰個嘅落戶生根嘅地方，就喺嗰度生活。咁世事會變化㗎嘛，係咪？喺約瑟嗰代嘅人存在嘅時候咧，埃及王咧對呢班約瑟帶嚟嗰啲嘅親人咧非常之好，係咪？善待佢哋。但係當呢代人過去咗嘅時候，新嘅王朝出現啦。因為新嘅王朝咧，好似中國人嘅改朝易代啊！一轉咗個皇帝咧，就可能即係我啲嘅以往嗰啲嘅國家以往嗰個皇帝嗰啲嘅後裔咧或者嗰啲功臣咧，可能咧就會遭殃啦，係咪？因為改朝易代亦都係如此啊！新興嘅皇帝咧已經係唔記得呢個約瑟對呢個埃及所有嘅功勞，已經唔記得啦。甚至咧埃及皇帝咧呢個法老咧，仲想將呢個以約瑟同期嗰個嘅嗰個法老所做嘅事情咧，全部一筆抹過晒佢。點解會咁樣咧？嗰段時間咧，大概係12王朝嗰段時間啦13王朝咧就係以色列人咧就出埃及嘅時間嚟嘅相距400年啦已經。400年前嗰班人原來咧係可能咧係外族嚟嘅，外族入侵呢個嘅埃及，然後咧佔據咗埃及，成為埃及嘅法老。咁所以咧呢個嘅約瑟服侍嗰個埃及王咧，都唔係本國嘅埃及人嗰啲嘅種族嚟嘅。咁所以咧，當真正嘅埃及人上場啦，即係推翻呢啲嘅外族統治嘅時候咧，佢就將段嘅歷史咧抹殺過去。咁所以而家咧成日我哋話考古成日冇辦法考古到呢個嘅約瑟嗰代
即係嗰個嘅埃及王嗰啲嘅記錄咧，完全被毀滅晒，完全嗰啲石刻咧，完全都揾唔到。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因為嗰個嘅外族嗰個嘅統治，所以咧就將嗰一段嘅歷史咧抹過晒佢。咁當呢個新嘅法老上場，真正嘅埃及人嗰啲嘅作主作王嘅時候咧，佢哋就覺得哇！呢班嘅希伯來民族咧喺佢地嗰度咧，地上面咧生養眾多，好多人喎。佢哋覺得哇！若果將來有另外一個外族入侵我哋嘅時候，呢班嘅希伯來人咧，可能就幫外族嚟打我哋呢個嘅埃及人啦。咁所以咧就要控制佢哋。控制呢一班嘅希伯來民族，咁苦待佢哋啦，奴役佢哋啦，變成為呢個嘅埃及人嘅奴隸啊！咁要佢哋咧做磚啦，起呢個嘅積貨城啦咁樣樣，咁就起呢個嘅以東同埋蘭塞啦，就被奴役嗰個痛苦啦。被奴役都有好處喎，睇下有咩好處咧？呢個好處咧就唔係嗰啲嘅百姓嗰種好處，而係神嗰種嘅計劃，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實現。所以咧喺苦難臨到嘅時候咧，有時咧我哋人就喺苦難裏邊，但係神嗰個計劃正就喺苦難嘅末後嘅時候咧，就有一份嘅美好嘅祝福。以色列受呢個嘅欺壓，神喺呢幾百年嘅裏邊咧。其實冇忘記過呢個嘅以色列民，佢成日都睇住以色列民，成日聽佢哋嚟到向佢嘅禱告祈求。當然啦，有好多人已經忘記晒神啦，係咪？一定係咁樣啦。但係神仍然掌管萬有，掌管住嗰班嘅選民。佢只係喺特別嘅時刻裏邊咧，就將佢哋提拔出嚟，救拔出嚟。喺當時咧，呢班以色列民喺埃及裏邊咧，受到呢個法老嘅三重嘅迫害。喺邊三重嘅迫害咧？就係奴役作苦工、吩咐收生婆殺男嬰，同埋咧溺斃男嬰嘅手段，三個手段。其實呢三個手段咧，正就喺神嘅旨意嘅裏邊咧，要佢哋呢班嘅以色列民有一個離開埃及嘅心志。原來咧，人受苦難就係一個脫離某個地方，人受苦難就係將眼光望向上帝嘅一個嘅時刻嚟，所以好重要嘅。原來呢個咧喺呢個嘅黑暗嘅時刻嘅裏邊咧，第一個嘅苦難就係奴役佢哋先啦，係咪？我讀一段經文俾你哋。於是埃及人派督工轄制他們，加重苦害他們。他們為法老建造兩座積貨城，就是比東同埋蘭塞。只是越發苦害他們，他們越發多起來，越發蔓延。埃及人就因希伯來人嘅愁悶受煩。埃及人嚴嚴使希伯來人做工，使他們因做苦工覺得命苦。無論是和泥做磚，是做田間各樣嘅工，喺一切嘅工地上都嚴嚴地對待佢哋。呢個係出埃及記1章11到14節。喺呢度裏邊就係勞役作苦工啦。勞役作苦工就係要苦待佢哋，令到佢哋咧本來係一個被高舉被善待嘅民族，但係而家咧就一跌咗落深淵裏邊，就成為奴隸嗰個嘅情況。第二點就係吩咐收生婆殺害男嬰。咁呢段經文咧就出自呢個出埃及記1章15到17節。希伯來嘅兩個收生婆，一個叫做斯弗拉，一個咧就普亞。埃及王咧對他們說：你們為希伯來婦人收生，看他們臨盆的時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殺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嘅吩咐行，竟存留男孩嘅性命。哇！呢個咧兩個收生婆，即係可能唔知點解係得兩個啫喎，即係佢就係講呢兩個人啊。咁
成60萬噶嘛，係嘛？即係應該都唔少啊！即係可能初期咧冇咁多啦，係嘛？咁但係有咁多民族喺度，就係得2個收生婆，可能呢2個係即係帶頭㗎啦，係咪？總之就係呢2個人去見法老啦。法老咧就吩咐佢哋：你咧去接生嘅時候，你係希伯來嘅接生婆啊嘛。咁喺希伯來我嘅婦女接生嘅時候咧，凡係男嬰嘅，你一生出嚟咧你就整死佢；女嬰嘅咧你就留低佢喎，就唔好殺佢啦咁樣啊。咁不過咧，呢2個嘅收生婆咧，係敬畏神嘅人嚟嘅。佢哋咧，知道咧呢個殺呢個嬰孩，呢個都係黑暗撮然咁樣臨到呢班嘅希伯來人，臨到呢個以色列嘅民族嘅裏邊。但係呢2個收生婆咧，卻係喺呢一個黑暗嘅裏邊咧，成為明燈，成為咧救拔呢一啲嘅男嬰，救拔呢啲嘅即係冇能力自救嘅一班嘅嬰孩，就係呢2個收生婆，淨係做咗一個保護嘅作用。所以咧喺黑暗裏邊咧，就有一個明燈嚟到救拔佢哋。收生婆冇聽法老嘅命令，只係咧記住上帝嘅吩咐。上帝吩咐10誡裏邊，不可殺人，不可説謊啊嘛。喺呢2個誡命裏邊咧，收生婆點樣諗咧？2個誡命兩害相傳，一個咧就係要殺害呢個嘅以色列民嘅男嬰，一個咧就講大話。2個喺度嘅時候，收生婆喺內心裏邊好大嘅掙扎嘅，但係佢敬畏上帝，所以佢願意唔殺呢男嬰，情願自己可能冇命嘅喎。你喺法老面前即係違背佢命令，可能冇命，但係佢都情願用自己嘅性命去保護呢啲嘅男嬰。神就賜佢哋智慧回答法老啦。話喂，呢啲收生婆講啦，我啲希伯來民族好強壯啊！即係我哋去到都未接生，佢已經生出嚟咯。冇得碾死佢啦，已經生出嚟咯。咁點做咧？係嘛？你話未生出嚟喺出嗰個時候都可以做啲手腳，做唔到係嘛？咁呢個咧就係佢哋答法老嘅啊。上帝咧就恩待佢哋真係佢哋為咗保護以色列民，為咗保護啲嬰孩，為咗保護啲手無寸鐵嘅嬰孩，冇自救嘅能力嘅2個收生婆，於是神就保護佢哋。雖然佢哋好似咧講咗一啲嘅大話，但係事實上神又悅納佢哋啊。我哋話喺呢個黑暗嘅時代裏邊，神會唔會就喺黑暗嘅時代裏邊咧有一啲嘅亮光喺度？喺黑暗嘅時代，等於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嘅時候，正正就係世界喺黑暗嘅時代裏邊，神就有呢個基督嘅憐憫，有救世主嘅憐憫。我哋睇翻歷史耶洗別將呢個巴力帶入呢個嘅以色列民族嘅裏邊耶洗別要追殺呢個嘅以利亞。喺嗰個時代裏邊，亞哈呢個皇帝咧無能淨係聽住老婆嘅説話，要見到以利亞喺山上邊戰勝呢個巴力，戰勝嗰啲嘅先知，但係佢都無動於衷，仍然繼續跟隨佢嘅皇后，如果拜巴力。咁但係咧，神又喺呢個嘅亞哈王朝裏邊咧，保護咗7000嘅人，7000嘅人完全冇向巴力屈膝。好啦，甚至亞哈嗰個嘅身邊嘅臣子俄巴底都秘密咁樣收藏咗100個先知。呢啲即係好難做到㗎。如果亞哈知道即係殺頭㗎嘛，係咪？即係冇耶洗別係殺害咗好多先知，殺害咗好多嘅呢個嘅忠於神嘅人，但係神腳喺佢嘅國度嘅裏邊收藏咗7000人。呢個就係黑暗嘅時代裏邊有神嘅保護，有神嘅光芒。咁第3點咧就係拎逮男嬰嘅手段啦。呢段咧就出自出埃及嘅1章22節。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說：以色列人所生嘅男孩，你們要丟在河裏；一切的女孩，你們要存留佢嘅性命。法老咧
暗招就係叫收生婆咧殺嬰孩，呢招唔使得，於是咧就擺明車馬，直接就下命令啦，直接下命令咧俾所有嘅埃及人，所有嘅人話俾佢聽，凡係見到以色列民族嘅初生嘅嬰孩，你就同我掉晒落嗰個尼羅河嗰度啦。因為佢哋敬拜信奉呢個尼羅河啊，呢個河神咧就係佢哋嘅生育嘅一條河流嚟嘅。咁於是咧，你將男嬰掉落去，生與死就由尼羅河嚟到決定啦，由呢個神嚟到決定啦。嗱，呢個就係佢哋嘅諗法。人咧違反神嗰個嘅命令，生養眾多啊，要截住嗰個嘅男嬰嘅出世啦。啊，呢個都係不合神心意。等於我哋話睇翻自己中國係嘛，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啊，後來嘅一胎嘅政策，一胎政策咧，傳統中國人就係都係生養眾多嘅，着重無後為大啊嘛。生唔到男嬰，一出嚟就女嬰啦。咁於是嗰啲嘅人咧就會將個女嬰咧就扼殺咗，殺害咗，喺嗰段時間殺害咗好多女嬰。呢個咧都係強制嘅絕育手術。呢個咧都係唔合神心意。咁所以我哋睇到上帝有自己嗰份嘅心意喺度。好，第三點，神拯救摩西啦！摩西出現咯喎，有一個利未家嘅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那女人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3個月。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裏頭，把箱子擱在河邊嘅蘆荻中。呢個出埃及記2章1至2節。利未支派裏邊嘅暗蘭同埋約基別咧，呢兩個咧透過希伯來書11章22節講咧，佢哋係因着信，即係話呢兩個人原來信心好大，佢哋尊神為大，所以生養眾多，見到呢個嘅 BB 咁得意個樣咁靚，一定係神心意啊！冇理由將佢整死佢㗎嘛，係嘛？咁於是咧，憑着信心就將佢哋收藏3個月，收藏3個月喎，喂，收到盡啦，係嘛？3個月之後，佢就成日會喊㗎嘛，係嘛？咁點搞咧？係嘛？隔離左右一聽到喊聲就知道有嬰孩啦嘛，係咪？咁所以咧喺當時咧，佢哋就諗個辦法，冇辦法啦，試下啦嚇，攞個蒲草箱蒲草織成嘅箱啦，係咪？咁出邊咧加啲石漆石油，咁就防止入水咯，係咪？又可以浮喺啲水面上啦。咁將呢個 BB 放喺裏邊，就擠喺尼羅河嗰個河邊嗰啲嘅蘆葦嗰度啊。嗱，本來咧好似咧即係依個咧都係冇辦法，即係非常時候，你唔做咧又會一樣會成家人都遭殃㗎啦嘛。咁所以唯一辦法就將佢擠喺嗰個嘅河嗰度，睇下神嘅心意點樣樣咯。但係事實上咧，呢兩夫婦咧佢哋生咗3個嘅，計埋摩西係嘛阿倫。佢大哥同埋佢家姐都冇事嘅喎，嗰段時間因為法老未落呢個命令啊嘛，未落呢個死嘅命令啊嘛。咁呢個命令落到嚟嘅時候，正正就係摩西嗰段時間。咁就所以我哋要睇下神點樣救佢咯。所以咧睇下神點樣救佢喎。咁呢個咧就係神就將呢個嘅嬰孩咧放喺佢哋夫婦就放喺呢個嘅蒲草箱嗰度啦，係嘛？放喺蒲草箱嗰度，咁咧就睇下呢個嬰孩有啲咩遭遇咧。當喺嗰個時刻嘅時候咧，法老嘅女兒咧就嚟呢個尼羅河嗰度咧沖涼喎。尼羅河沖涼咁咧佢嗰啲班嘅侍女咧就喺呢個河邊嗰度行走啊。咁其實行走嘅意思即係巡邏啦，睇下有冇咩
有冇咩人喺度偷窺啊？有冇咩事情發生咁啊？保護呢個公主嘅其實就係咁咧佢哋啱啱咧就嗰個公主見到呢個蒲草箱喎，見到蒲草箱咁啊叫啲婢女咧將個箱咧執起上嚟啦嚇，一打開呢個箱裏邊即係摩西就喺裏邊就喺度喊啦，一打開個箱一見光佢就喊啦嘛，係咪摩西係咪？喊咧，於是呢個嘅哭聲咧就感動咗呢個法老嘅女兒啦，感動咗呢個法老女兒咧，於是咧法老女兒就憐憫佢摩西嘅個家姐咧呢一刻咧就走過嚟，去同呢個嘅法老女兒就講啦，我可唔可以咧同你喺呢個希伯來嘅裏邊咧揾一個婦人嚟做佢嘅奶媽咁樣？咁呢個法老話：即係如果我要撫養佢，梗係要揾奶媽啦，係嘛？如果唔係呢個嬰孩點樣去生存咧，係嘛？咁於是咧就好啊，咁樣就答應佢啦。咁於是咧呢個摩西嘅姐姐咧就揾唔係另外嘅別人，就係正係摩西嘅阿媽，帶咗呢個嘅孩子嘅媽媽過嚟做佢嘅奶媽，咁啊嚟去見呢個法老嘅女兒。咁法老女兒咧就對呢個嘅女人咁講啦：你將呢個孩子咧抱去奶大佢奶大佢咁咧我會俾錢你喎。哇！即係呢個係好諗都諗唔到啊！上帝嗰個計劃你點可以會預料得到咧？本來咧生咗呢個 BB 仔就要殺害佢嘅，但係呢一刻竟然咧可以養佢喎，仲有錢添仲有人工添即係仲可以養活一家添真係幾好㗎，係咪？呢個上帝嘅計劃嚟嘅呢個就係神對摩西嗰份嘅拯救啦婦人咧就抱住呢個摩西咧就帶去奶大佢啦。於是咧呢個細路慢慢越嚟越長大啦，長大咧就喺呢個嘅希伯來民族嘅家庭裏邊長大喎。正喺呢個家庭裏邊長大嘅時候咧，正喺希伯來家族裏邊長大嘅時候咧喺呢個家庭裏邊長大，咁於是咧就有上帝嗰份嘅恩典啦，係咪？有上帝嗰份嘅恩典嚟到去照顧呢個嘅 BB 仔啦，係咪？咁咧接受呢個嘅希伯來民族嗰種嘅對神嗰種嘅尊神為大嗰個嘅心態啦，係咪？咁於是咧就令到呢個細路咧喺一度咧裏邊喺度裏邊咧得到咧上帝嗰份嘅恩典嚟到培育佢啦即係透過呢個神嗰份嘅心意嚟到養育呢個嘅孩子，養育到佢咧，即係話佢嘅母語就係呢個希伯來民族嘅母語。佢嘅信仰又係希伯來民族嘅信仰，就係與神親近嘅一份嘅信仰。於是咧就深深咁樣薰陶喺呢個嘅摩西嘅內心嘅裏邊。等到摩西長大啦，等到摩西長大嘅時候咧，呢個婦人即係佢媽媽咧帶住阿摩西咧就去見呢個法老嘅女兒，就交俾法老女兒啦。咁法老女兒咧就將佢嘅名咧就改名摩西。摩西嘅意思咧就係就係從水裏邊拉出嚟嘅咁於是咧呢個就係成為咗印證咗神拯救以色列民嘅計劃嗰個嘅表現。好，我哋總結啦喎，以色列人奴役，以色列人咧經歷過呢個嘅憂患啦，係嘛？喺呢個嘅埃及成400年嘅痛苦裏邊，但係神揀選咗摩西，又有好嘅教養喎。呢個好嘅教養有呢個嘅佢父母嗰份嘅信仰嘅教養。當佢長大咗，就去到埃及裏邊咧，就做咗王子。王子咧就受埃及人
嗰種嘅王子嘅式嘅教育咯喎。哇！呢度好大嘅一個教育，比普通嘅百姓咧更加係重要啊！嗰啲教育咧更加先進啦，同埋咧，哇！即係所有嘅點樣去掌管呢啲百姓，點樣去嚟到去管治呢啲百姓，點樣去操練自己行軍，乜嘢嘅資料，乜嘢嘅嗰種嘅訓練咧都有。呢個咧就係埃及王子所受嗰啲嘅教育，所以咧摩西咧受到兩樣嘅薰陶，一樣咧就係以色列民族嗰個傳統嘅耶和華神嗰份嘅一神觀，另一份咧就係摩西喺埃及嘅法老家庭佢裏邊所受嘅教育，但係咧佢因為呢個神嗰份嘅信心咧保住佢，佢就唔會信呢個嘅埃及王嗰啲嘅迷信嘅信仰啦。咁所以咧就保住呢個摩西嘅心啊。咁有時咧我哋就話哇，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啊，呢個物質嘅世界咧啊，可能咧好多嘢好多紛染啊，好多薰陶，人咧會離開咗呢個創造嘅主，離開上帝啊，離開上帝嘅時候咧甚至忘記咗一份嘅救恩。我哋見有好多基督徒都係咁樣嘅，有好多基督徒咧越嚟越大越嚟越老嘅時候咧，哇！即係啲信心咧冇晒，慢慢咧就覺得哇！呢個世界啱㗎啦，呢個世界嘅嘢係咁樣㗎啦，時代過去啦，基督教已經不合時宜㗎啦。佢哋會有咁嘅觀念，咁樣嘅講法都有，即係話呢個信心咧，雖然話一路都返教會，一路有團契嘅生活，但係咧信仰冇更新。生命冇異象，唔能夠體恤上帝嗰份愛，係一路堅守呢一份嘅信仰，一路去到見主面。佢哋做唔到呢樣嘢，慢慢就俾世界嘅洪流咧沖洗到咧，信仰所剩嘅淨係得永生嘅啫，乜都冇晒。即係話我哋感覺到一啲好多即係長者咧，佢哋嗰個信仰唔得更新。佢哋信仰聽道而唔入心，左耳入右耳出，啲神嗰個活潑嘅道咧入唔到嗰個內心裏邊，自己冇靈修、冇禱告、冇信仰、冇睇聖經，所以咧有生命麵包，有上帝就係生命嘅糧，佢哋都唔識得去食呢個生命嘅糧，所以令到生命咧變得好軟弱，距離神好遠。呢個就係我所見到好多長者，好多基督徒嘅長者都係咁樣。所以我話即係呢啲咧好似咩咧？好似活脱脱嘅一條嘅泥鰍。呢個泥鰍咧就喺沙灘或者泥地裏邊咧跳下，佢已經覺得好開心㗎啦，係咪？即係我生存就係咁樣啦。咁我咪喺呢個泥地裏邊生活咯，係咪？水退嘅時候我就開心啦，就係我嘅日子啦，係咪？即係唔會諗下自己生命點樣去見證神嘅榮耀。點樣嘅生命咧？點樣影響個家庭？影響咧未信嘅親友咧？可以令到佢哋都進入神嘅國度裏邊，從來諗唔到呢啲嘢。摩西喺上帝嗰份嘅恩典裏邊咧，佢雖然軟弱，唔能夠自救嘅一個嬰孩，環境對佢咧嘅生存咧好不利，但係神又感動。有幾個婦女咧珍惜佢喎，第一個咧就係佢媽媽啦，第二個咧就係家姐保護住佢啦，第三個咧就係嗰個法老嘅女兒啦，係咪？哇！呢幾個人咧憐憫佢、保護佢，令到佢可以喺惡劣嘅環境、喺黑暗嘅環境裏面嚟生存。哇！唔單止咁喎，神嗰個計劃仲好奇妙，將佢咧放喺一個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法老嗰個皇宮裏邊。法老就係要殺害呢個嘅以色列民嘅男嬰嘛，竟然可以令到摩西咧喺法老嘅皇宮裏邊嚟嘅生活，仲要接受呢個嘅法老嗰個皇宮裏邊嗰個嘅王子式嘅教育。呢個我哋點可以諗到咧？人冇辦法諗到上帝所諗到嘅嘢，諗唔到上帝嗰個嘅安排係何等嘅奇妙咧！呢個就係我哋睇到摩西我生命好獨特嘅地方，就係神嘅救拔。
喺黑暗嘅時代嘅裏邊，喺黑暗嘅勢力嘅裏邊，就被高舉過嚟，有光照，有保護嘅喺裏邊。好，我哋祈禱。親阿爸父，我哋感謝你。我哋透過摩西嘅人生，體驗咧喺黑暗嘅歲月嘅裏邊，原來神冇忘記過以色列民，神仍然去掌管佢哋嘅生命。當佢哋好多以色列民已經忘記咗自己嘅應許地，忘記咗上帝對佢哋嗰個祖先嘅應許，忘記呢個迦南神所俾佢哋嘅地方，佢哋喺呢個嘅埃及覺得有得食、有得住、有得生存、有得養羊啊，有得種菜啊，有得捕魚，佢哋已經覺得好似好開心咁樣生活啦。佢哋諗唔到要回應上帝，諗唔到要生命要依住神嗰個計劃去前進，完全停留喺埃及一個被世界、被呢個嘅偶像所包圍嘅世界嘅裏邊。但係神卻鼓動佢哋，呢個鼓動就喺俾帶嚟呢個嘅黑暗，帶嚟呢個惡勢力嗰個嘅控制，去折磨佢哋，令到佢生命覺得艱難，令到生命遭逢呢個嘅苦難。咁嘅時候，佢哋先喺呢個嘅黑暗嘅歲月裏邊抬頭仰望上帝。我哋見到好多人，好多信徒，好多長者，佢哋喺呢個嘅教會裏邊生活咗好耐，慢慢佢哋冇晒異象，慢慢佢哋唔覺得，哇！原來要跟隨神要有回應嘅，佢哋只係覺得好似咧喺度淨係返下崇拜就已經足夠啦，已經我付出咗好大㗎啦。哇！諗唔到佢哋係要回應神，神啊，求你真係寬恕佢哋喺黑暗嘅勢力嘅裏邊，喺呢個世界嘅浪潮嗰個嘅瀰漫包圍住佢哋嘅時候，神你用光芒，神你用基督嘅光芒嚟到照亮佢哋嘅內心，使佢哋咧心裏邊咧感受到黑暗裏邊有主你嘅光芒，有主你嘅盼望，放喺佢哋呢一個嘅屬神你嘅子民嘅內心嘅裏邊，除去佢哋嗰種嘅活脫脫嘅泥鰍嗰種嘅生活，要佢哋有異象、有盼望嘅人生。願主你嘅愛，願主你嗰份嘅恩情，再次臨到呢一啲嘅已經忘記咗主你嘅恩情嘅人，促成佢哋重新嘅返到你嘅裏邊，繼續建立喺彼此嗰份嘅合一，嚟到去仰望上帝嘅國度嘅臨在。願主你保守，祈禱交託奉賴主基督得聖名，阿門。好，將時間交翻俾主席。好，回應詩，我哋而家咧就開始咧回應詩咯喎。今次嘅回應詩咧就係我已找得盼望。從前流浪漂泊，轉幾次迷茫，心中空虛孤單，彷徨與不安，就在那天相遇，我一生的主。
身救贖，除去痛苦失望。我心唯願永跟隨，一生棄罪惡。過去嘗盡風浪，滿心凄愴。今天他必拯救，替我擔當，直到重燃希望，永不再彷徨。主恩天天伴隨，令身心開朗。我已找得盼望，神賜美好生命，救主存在我心裏，歡欣後生活。因他捨身救贖，除去痛苦失望。我心唯願永跟隨，一生棄罪惡。我已找得盼望，我已找得盼望，神賜美好生命，救主存在我心裏，歡欣後生活。因他捨身救贖，除去痛苦失望。我心唯願永跟隨，一生棄罪惡。我心唯願永